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是屏东小琉球的大代志。3年办一届的迎王祭典6日来登场。一透早，东港的码头都来真济要坐船到小琉球的游客，阁有袂少到外地做客读册在地人，拢请假赶返来家乡，要来参加这场的祭典。头一天顺港卡。 爱载着新桥射倒一链，代表甲煞气拢甲赶掉。规个这个码头到布环边，徛满满拢是人，比过年还较闹热。新桥位码头出发一台一台渔船伫海上里驶，搁一直放炮啊，搁有真水的七彩烟炮。迎王祭典头一天出发，请王进前顺港卡环岛，这是小琉球特有的民俗仪式。 代表要赶走海域四周围的恶煞，真罕见。这是一个观光焦点。你看这个观光客就知。伫岸边，大家拢用相机、手机啊，伫翕这个精彩画面，会使做参与迎王节。对于在地人来讲，真重要。先请注意啊，今天是迎王第一天啊，所以要回去。对啊。他平常都在外面读书。 那游客尔本来出外上班读册，真侪人都是专工请假为东港透早就坐船回来。一定会回来参加。这会不会比过年还要热闹？一定的。屏东的东港、南州甲小琉球的迎王祭典，全台湾有名。这三大迎王祭典，上尾一场就是小琉球的迎王节。祭典无因为疫情延后，参加人拢爱挂嘴安。除了出外游子返来故乡。 专工来游客甲信众和在地民俗风景拢客满，3年一度的迎王节盛况空前。